100多万中共间谍入驻维吾尔家庭。据中国官方新疆日报报道，过去1年内，总共128万中共干部被派遣入驻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家庭。这些干部总共访问169万家庭，并在他们家过夜。报道中没有提到入驻期限，并没有给出人民对该政策的意见和满意度。巴基斯坦支持中国的镇压。巴基斯坦总统阿利夫·阿尔维说，他的国家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与中国站在一起。半岛电视台记者询问中国在该地区的集中营、其侵犯人权行为及其对该地区穆斯林人口的看法。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回答说，巴基斯坦的立场是站在中国政府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，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国内问题。我们相信中国将以最好的方式与人民打交道。中国威胁台湾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，并发表主题演说。习近平讲话释放出不同信号，一方面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中国人要帮中国人；另一方面又强调祖国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。习近平表示不承诺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，并为统一台湾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。美国警告伊朗不要进行太空发射计划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伊朗不要向太空发射卫星，因为同样的技术可用于发射洲际弹道导弹。德黑兰计划数月内向太空发射3枚太空器。蓬佩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：“我们奉劝伊朗政权重新考虑这些具有挑战性的发射计划，停止有关弹道导弹的一切活动，以避免经济和外交上的进一步孤立。”以色列对特朗普的声明感到惊讶。以色列对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关于伊朗可以在叙利亚做他想做的事情的言论感到惊讶。据以色列媒体报道，一名以色列高级消息人士称，美国总统表示伊朗可以在叙利亚做他们想做的事。他继续说，特朗普总统的言论违背了情报部门的建议，这表明特朗普不了解该领域的情况。